在家己的林義潭水庫上無有200隻龍洞狗安尼四界爬走，家己縣家畜疾病防治所今年4月開始，在水庫來設置這智慧圍柵，要來集中照顧甲管理這的龍洞狗。結果煞有一寡民眾妨礙到這個計劃，毋但是四界安尼烏白飼狗，而且閣甲已經掠到的閣甲放互走。家畜所是宣布這款行為已經收集證據，會依法來甲辦理。一大群狗仔擋佇咧車路中，互過路的民眾毋知影要安怎過。而是嘛，四界攏看會到龍洞狗。初步估計，仁義潭水庫周邊龍洞狗上無200隻。為着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嘉義縣家畜防治所配合鄉公所，佇仁義潭進行智慧圍籬的計劃，甲龍洞狗集中管理。此專案乃是以動保人士合作，進行全區域大量捕犬、絕育以及狂犬病疫苗施打，甚至提供醫療與照護。針對問題犬隻，則將令予收容，不予回放。這個計劃是用食物來將附近的龍洞狗管理去智慧圍籬，結果煞有人烏白飼，妨礙龍洞狗食圍籬內底的食物，嘛有人偷放圍籬內底的狗仔，破壞計劃的執行，造成仁義潭水庫周邊門後看甲生狗的飼料，龍洞狗的問題嘛無法度解決。這個狗仔吼愈來愈大隻，啊，伊就會造成講咱移車來遊客，有這風險區，啊。污染嘛會造成。咱若騎過，就人做下個都袂驚啦。迄個，人超倒擺會驚人，還無就危險。家畜所表示，這個計劃為4月開始到今，一寡民眾的行為，毋但對龍洞狗的管理造成干擾，嘛影響到仁義潭水庫周邊的環境。煞來袂閣退讓，針對因的行為已經有收集證據，若是閣有相關的行為，會依法來處罰。記者林慧婷，家己報道。